台南文学奖举办到大已经迈入第13档，今年以我与文学的再相遇为主题，呈现后疫情时代的生活甲文学。我们每一年其实都会给今年的台南文学奖一个新的题目，这个新的题目是在让我们所有的创作者透过文学一同来进行一个跟这个城市的对话。台南文学奖给我很大的感触是，它很地方性啊，把台南的风味、台南的传统、台南的历史啊、台南的人文地理等等的这一些，我觉得它非常非常有代表性。本届评选分为8项，分别是台语短篇、台语散文、华语散文、华语现代诗、有古典诗、剧本、青少年新诗以及台南出走日记，总共多达624件作品投稿，最后选出44件优秀作品。今年有非常好的成就，有600多篇这个学者老师一起来投入。那这个明年是台南400，好，2024，所以呢，我们一定要加码，所以我们要把总奖金希望能够提高至少50%。伫颁奖典礼现场，在地台南在地诗人甲作家拢出席。市长黄伟提表示，明年就是台南18档，希望透过文学彰显地方的特殊价值，同时祭出高额奖金，鼓励较侪人创作出属于台南的文学。台南新闻所采采访报道。